作這種老闆簽劃是 Now X 維度375萬。故事收集力寶精靈村實體夢幻島遊戲第2集。關於收集力寶精靈村實體夢幻島遊戲即將火速試玩和公測，你們第4維度或以上可向旅行社查詢購買個人遊旅遊套票或旅遊團套票，有不同的價錢選擇。亦都有第4維度或以上維度學校的團體旅行社團套票。如果你們不在指定的維度旅行社購買旅遊套票，是進入不到這個收集力寶精靈村的入口。這個是實體世界的夢幻島遊戲。關於天願的這個網站網址是按維度的100萬美金可以購買這個網址。你們可以向指定旅行社購買天願集團這個夢幻島遊戲的網址入口。每個玩家只可以用100萬美金去購買這個遊戲的入口門票。若你一經在旅行社購買網址後，會發送一個電郵，旅行社即刻幫你啟動這個遊戲的網址和旅遊社會員編碼。你們若購買網址後，這個旅行社會員編碼才會激活，永久進入遊戲，可以隨時出入自如，還可以得到這款夢幻島遊戲入面的珍貴寶藏。你們當然可以將這個遊戲獎品拿到真實世界出售。你們離開這個夢幻島遊戲回到現實世界時候，平台界面所有得到的夢幻島遊戲獎品會發出一張電子證明給玩家簽收。你們一經電子簽收，就可以在現實世界的拍賣行將這些珍貴寶藏、珠寶、黃金出售拍賣一個好價錢。關於力寶精靈機和力寶精靈級套，真正的是在收集力寶精靈村實體夢幻島遊戲收藏力寶精靈和寶藏的機使用的。這個遊戲入面食物和飲品及香煙和火是免費的。關於這個遊戲住宿的問題，是職業玩家才可以在這個遊戲入面居住，除非是你們向旅行社購買了旅行套票才可以在指定時間入住或在遊戲參觀和旅行。